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18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毋捌的路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安尼讲，叫做行毋知路的。这个形容一个人无常识，也是讲真糊涂，做毋着决定，也是讲做毋对的代志。或者是咱会讲，你就是我行毋知路的哦。意思是讲，你掠做我真戆吗？2个礼拜前，伫主日咱这个大讲节的第2主日的信息内底，咱也讲到路，要预备耶稣救主的路。路的概念也随着时代一直咧改变的中间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的信仰会通讲是一种思想生命道路的一种信仰。咱需要时常去检讨咱是毋是行着方向。咱若行无着方向，就会甲启明星会愈来愈远，就看袂到新生王这个救主。牧师常常会提到着民间宗教这个谈论这个葬礼的代志，像迄个道士的工作，就是应该带领死者的魂去到西方。但是问题来啊，道士家己无去过，佮要安怎来带领呢？牧师认为这就是符合今仔日所要讲的行毋知路。有一位葬仪社的人，甲丧家内底一位基督徒安尼讲：等一下要发引的时阵，就是迄个棺木要出发的时阵，请你帮忙野火啦，但是这个基督徒拒绝。葬仪社的人就接续咧讲，这无要紧啦，迄真济基督教的咱嘛安尼做，就亲像恁咧献火安尼啦，但是这位基督徒就搁来问伊：你真正捌吗？请问你这野火的目的是啥？你知无啦？葬仪社的人就回答讲：就是迄个带路啊，所以这个基督徒就真明确来甲伊回绝。伊讲真歹势，这我甲我的信仰相违背。因为只有耶稣是路。这一位基督徒对伫信仰，伊非常清楚，也非常的坚持。因为咱所要行的路，毋是人会通明白的，更较是世间人所毋知的。伫旧约的中间，咱看见亚伯拉罕当初时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来跟对上帝的时阵，伊也是行一条毋捌的路。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老爸，因为伊毋知影上帝要带伊去到倒位。希伯来书讲伊就无问就跟对啊。其实事实上伊嘛无法度问啦，因为是上帝呼召伊，带伊走的伊就只要跟对上帝就好啊。伫这个大讲节的中间，咱时常去讲到东方的博士，迄几位东方的博士伫东边看见启明星了后，就起来准备贵重的礼物，就启程去拜迄位新生王。这个人也行一条毋捌的路。真无共款的是，因行上迄条上帝所带领的路，
因为安尼，所以因会当到伫目的地，并且蒙福伫黑暗中，因看见大光。迄就是讲路加福音咧讲诶天使。遮诶人因就会通看见头前诶道路，就算因毋知要往倒位去，因会当看到迄个引带因诶光。正就伫诗篇119篇105节甲106节诶经文，安尼甲咱讲：你诶话是引带我诶灯，是我人生路上诶光。我要持守严肃诶承诺，遵行你公义诶教导。所以，跟对上帝诶人必须爱信、尊重咱所讲诶承诺，就是遵守诶，也是讲基督徒诶性命必须爱是诚实诶，因为咱所相信诶上帝，伊是信实诶。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诶预言，安尼甲以色列百姓讲：上帝讲，我已经恬静真久啊，无插我诶子民。现在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震疼诶妇人人大声嚎叫。我要毁灭大小山，互草木孤单。我要互河变做沙漠，互水变做大地。我要带青梅的子民来上路，行上这个青云的道路。我要互因伫黑暗变做光明，互崎徛的路变成做平坦的大路。我要实践这项事。绝无失信，遐个相信假信的人一定会败退，依赖偶像的一定会得到见效。上主讲：臭耳人啊，听吧；青眉人啊，看吧。上帝要永远带领以色列人来回归，迄群失眠的人。因行一条，互因也感觉真青云的路，因为因已经闭目睭伤久啊。上帝讲：我已经恬静真久，无插我的子民。这并不是因为上帝违约，咱昨已经分享过的主题，是因为人离开、背叛、离开上帝。伫道德上，伫生活顶悬，伫信仰上，伫服侍顶悬，无够忠心，并且掠家己做中心。因此，上帝讲因是青梅的人。好啦，亲像18节的经文，透过先知以赛亚安尼讲：臭耳的人啊，听吧。青眉的人看吧，真明显的，这是一种譬喻的讲法。上帝要照光伫因的面前来带领因。希伯来书第10章也安尼提起，着记得过去的日子，上帝光照恁了后，恁遭受济济的苦痛，但是并无伫征战的中间失败。有时阵，当恁种人受人侮辱甲虐待，有诶时阵，恁遭受遮个苦难诶人甲因徛做伙，恁甲遮个受患做伙来受苦。恁所求诶财物，恁所有诶财物，拢去互夺取诶时阵，恁甘心忍受，因为恁知恁还阁有迄个更较美好、长长存在的产业，所以恁毋通丧失勇气。这个勇气要带来极大的报赏。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，甲领受伊的应允，恁需要忍耐。因为圣经安尼讲，搁较一回
将来要来会来，伊无延迟。我的义人将因为信来得到性命，但是若是有人软正退去，我就无介意伊。我并毋是退去沉沦的人，咱是有信心而且佫是得救的人。这是希伯来书的提醒，劝勉基督徒爱忍受眼前的痛苦，因为上帝无要延迟，但是毋通因为安尼来倒退，反倒当爱有坚定的信心，因为信心会当帮助咱行往迄条又佫青春又佫真实的得救的道路。咱要做伙来读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。以色列的牧者，带约瑟亲像幽棍的，求你哈耳孔来听；坐伫基路宾顶面的，求你发出你的光。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，展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救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你往你的百姓祈祷所发出的受气，要偌久啊？你用目屎做食物互因食，佮酿济济目屎互因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，阮的对立三甲得笑。万军的上帝啊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着救。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认清楚生命的道路，得着主的亮光引带，互咱一步一步跟对上帝的带领。基督徒必须爱全然信靠，紧紧来跟对，行伫光明的路顶悬。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